后来继续要来讲，香蕉真有营养，是真好的水果。但是你喺网络顶有咧传，讲这个香蕉若是甲美浓瓜，或者是香蕉甲西瓜，或者是香蕉甲马铃薯做伙食，颠倒是正伤身体，甚至会产生毒素，会来生斑。这敢有影咧？咱为中医甲西医的角度来分析香蕉对人体的影响，嘛要甲乡亲讲，安怎食香蕉才会当食出健康。有人说哈密瓜跟香蕉一起吃会导致肾衰，跟患有关节疾病的病人病症加重，真的吗？还有人说性凉的香蕉跟性寒的西瓜一起吃会导致气虚跟脾胃不适，这又是真的吗？甚至有谣言说马铃薯配香蕉会产生毒素，导致长斑，真的假的？那么香蕉到底要怎么吃？会不会不小心踩雷呢？我们带您一一破解。香蕉是健身运动的补品，运动员食一条补充体力，当帮助消化。不过网络上刷谣传，香蕉若是配无好，可能会对补品变成毒品。如果我的肾功能正常，我同时吃了香蕉，吃了哈密瓜，这钾离子还是会很正常的从我的尿液中把它排掉，所以不会有问题。可是如果说是肾功能很不好或洗肾患者就要注意。哈密瓜含糖量10%左右，钾离子含量嘛真高，相对香蕉含钾嘛真丰富。每100公克香蕉含钾290毫克，一摆食伤多，可能对腰子造成负担。网络上有一些传言说，香蕉跟马铃薯它同时吃的话，会产生一些毒素，然后甚至说皮肤会长一些什么雀斑。我想这是误传啊，这因为我真的想不出来有什么医学根据，是不会的。皮肤生斑的原因百种，但医师强调香蕉、马铃薯做伙食会生斑，也无被证实。但确定的是，一条香蕉热量大约是127大卡，1/4碗马铃薯热量是70大卡。食了无一定会生斑，但是食伤多一定会肥胖。只要是性寒呐、性凉的食物，但对于如果你刚好这个患者或者是本身是比较是属于虚寒体质的，或者是比较偏向寒湿的，这个湿加上凉，你就很容易就什么不是胀气拉肚子，就很容易产生肠胃的症状。中医将人体分作是热性的体质甲冷底。若是你的体质是属于寒性的，那呢若是西瓜甲香蕉，免个食伤多。这椰子也有梨啊、香瓜等等，拢爱谨慎，免个过量。香蕉不只是保健圣品，食对了减肥嘛更好。减重的时候，可能大家的对食物的那个就是筛选量就会比较多一点。那这个时候香蕉你也可以当成一根的什么主食啊，但是不要说3餐都吃香蕉啦，你可能在某一餐的时候用代食，你的代餐，那含钾量又高，你不会说减肥当中就很没力气。一条中等香蕉大约是150公克重，当提供127大卡的热量，2.2公克蛋白质，33公克碳水化合物，2.4公克的纤维。富含钾离子、甲维生素 B6，每天营养需求来看，一条香蕉的纤维、甲镁含量会当满足每天需求的10%。日本女明星就靠香蕉成功减掉12公斤，小朋友甲运动员拢非常介意。香蕉超好吃，小朋友就来吃个那个蜂蜜啊，或者香蕉的牛奶啦，或者是木瓜加上香蕉啦，这个也都会可以润肠的。比如运动员也跑马拉松啊什么的一边跑一边要吃水很难，对不对？那这时候来吃一根香蕉也不错。比较到热量高、养分多的这饼干细修啊，香蕉的营养是加真有价值。若是食法正确的，当快速补充能量，嘛正做步调快速上班族，点心上好的选择之一。